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要幫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唔好浪費神所賞賜嘅恩典。我哋一年有365日，我哋日日都活喺神嘅愛、神嘅恩典裏邊。喺聖經裏邊話，耶穌用咗5個餅、2條魚餵飽咗5000人。相信好多人都好熟悉耶穌嘅呢一個神蹟，但係好少人會注意到耶穌餵飽咗呢5000人之後呢，佢就吩咐門徒將剩低啲食物收集起嚟，唔好浪費。對門徒嚟講，反正都係啲零碎裏邊，咁呢啲究竟能夠有幾多呢？如果再冇食物，咁就請耶穌再行個神蹟就唔得咯。佢哋食飽咗，耶穌再對門徒話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嚟，免得有糟蹋的。剩下嘅零碎對食飽嘅人、對心足嘅人嚟講，係已經冇咗當初嗰種嘅吸引力。難怪耶穌要嚟提醒佢哋，因為呢個正係大多數人嘅一種嘅盲點。得到上帝恩典之後，仲要數算上帝留低嘅零碎恩典。呢個教導要我哋珍惜食物，以唔浪費食物嘅原則。耶穌教導門徒或者我哋要珍惜上帝嘅恩典，即使係剩低嘅零碎都要好好嘅收拾，冇任意浪費。耶穌要門徒把過剩嘅食物收拾起嚟，連一啲都唔好浪費。門徒就收拾起嚟嘅啲零碎，總共竟然裝滿咗12個籃。如果大家喺得到食飽之後都便各自拍下屁股走人，而冇收拾呢啲零碎呢個過程嘅話，咁聖經只會記下食飽嘅人數，而唔會有12個籃嘅零碎。同樣，對於一個得到上帝恩典卻唔懂得收拾、唔懂得數算得到上帝恩典之後仲會留低啲恩典嘅人嚟講，佢哋只係覺得單單自己得到飽足，佢唔會感覺到恩典後上帝仲會留低有餘嘅恩典。恩典只係單單停於佢自己，可能佢知道應該感恩，但係佢卻唔懂得同別人嚟到分享，呢個係唔夠噶，亦都係唔啱噶。因為耶穌教導我哋要將白白得來嘅恩典無條件嘅去與其他人分享。上帝要我哋得到佢恩典之後，仲嚟留低有餘下嘅恩典，係需要同其他人分享噶，而唔係自己佔有或者係浪費。聖經話：你們白白得嚟嘅，亦都要白白嘅捨去。記唔記得聖經記載到有位外邦人，佢係迦南嘅婦女，佢係幾咁渴望要得到神嘅恩典啊！佢承認自己原本就係唔配得獲得那上好嘅恩典，佢亦都唔敢奢望得到呢一份最好嘅恩典，好似以色列人咁樣。但係佢相信，只要得到甚至係以色列人所唔愛嘅、所剩下嘅最下等嘅恩典，對佢嚟講，佢都係心滿意足噶。就好似另外一個患咗10幾年血流病嘅婦女一樣，佢心裏只係想，只要摸到耶穌嘅衣服邊緣就夠啦，耶穌就能夠醫治佢啦。佢哋邊度敢諗得到主面前嘅祝福啊？諗下佢哋嘅要求幾咁卑微啊！佢哋迫切想得到上帝嘅恩典，竟然只係嗰啲被我哋忽視嘅餅碎渣嘅啫啊！而嗰份餅碎渣嘅恩典，將細到不得了嘅恩典喺佢哋嘅心裏，竟然係如此嘅珍貴，遙不可及。耶穌話：白白得嚟嘅就要白白嘅捨去嘅意思，並唔係左手換右手。
隨意過手，而當自己蒙開上帝恩典，得到上帝賜福飽足之後，仲能夠將我哋親身嘅經歷過程與深刻嘅體會分享出去，要讓有需要嘅人亦都能夠因此蒙上上帝嘅福氣，得到幫助。只有我哋嘗試過神恩典滋味嘅人，先至能夠感受到嗰種嘅美好同埋滿足與喜樂嘅安慰。呢一種滿溢嘅滿瀉嘅福分，點能夠唔與有需要人分享呢？所以耶穌囑咐，特別吩咐門徒要分享出去，而且仲要係無條件嘅分享出去。若係你覺得自己得到嘅仲唔足夠，仲係貪心，當我哋分享之後，我哋會有損失，咁你就係否認咗主嘅權能同埋榮耀。因為主耶穌曾教導過眾人，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嚟。豐年如果莫集聚斂，就變成揮霍。另外喺約瑟嘅人生當中，上帝好特別嘅讓佢嘅人生翻盤翻轉，從好卑微嘅囚犯，在好短嘅時間裏面，忽然間自己竟然變成尊貴嘅宰相，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人上人 VVIP。 跟住接落嚟呢，約瑟繼續往前睇，而唔係一直停留落嚟講，哎呀，我以前真係好慘，我而家終於點點點，唔係嘅，佢係繼續往前睇嘅，睇到上帝喺佢身上有兩個好大嘅恩典，一個係佢能夠預知未來發生嘅事情，佢知道整件事嘅發展係乜嘢一回事。上帝啟示佢法老王所發嘅夢到底係乜嘢意思，然後上帝亦俾佢聰明智慧，讓佢知道話接落嚟應該要點做。上帝已經啟示咗接落嚟就係約瑟到底佢要唔要照着去做。所以我哋亦都可以我哋亦都因為有聖經，就好似約瑟咁樣，我哋預知好多事情，聖經裏面所講嘅好多事情，就睇我哋要唔要照着去做。所以當接下來嘅發展，正如約瑟所講嘅，喺個7個豐年非常豐富嘅年嘅時候，佢開始盡量喺豐年裏邊做所有嘅收集積聚。要知道喺豐年當中，如果唔將佢盡量嘅收拾起嚟，好容易就變成揮霍，好容易就變成浪費。因為出產太多啦，多到佢哋都忘記咗佢哋姓乜嘢，豐富到係咁嘅。7個豐年之內，地產出產極其眾多。聖經講嘅係極豐極盛，用一個非常強多得不得了，多到滿寫出嚟，到處都係，隨便佢哋喺邊度種，邊度做有豐收，每一個都係豐收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約瑟聚斂開埃及全地7個豐年一切嘅糧食，把糧食積存喺各地。聖經話約瑟積蓄五穀甚多，如同海邊嘅沙無法計算。你有冇計算過沙？真係冇辦法計算。所以當時佢嘅糧食真係佢收集起嚟真係多得冇辦法計算。呢個就有上帝智慧人能夠做到嘅成績。約瑟有上帝同在，凡佢所做嘅盡都順利。所以如果我哋有神嘅同在，我哋嘅生命亦都係凡事順利嘅。我哋能夠點樣在祝福當中繼續將祝福留在我哋嘅生命裏邊呢？如果冇上帝嘅特別啟示，人並唔知道豐年只有7年。如果人知道呢一個豐年只有7年，大概就會認真嘅諗一諗，只有7年喎，後邊接落嚟就有荒年喎。所以
我依家要點樣先至做？點樣做先至好呢？上帝嘅啟示係為乜嘢呢？因為如果上帝唔咁樣啟示嘅話，神只係話有豐年啦，喺我哋呢個地方，我哋就會諗下啊，究竟我哋嘅呢個尼羅河太過肥沃，佢每一年嘅繁殖都造成我哋嘅豐收，所以冇乜問題噶啦，一直做咁樣嘅豐收落去。我哋每日做盡情嘅去開心快樂吃喝。如果以為一直做咁樣嘅豐收落去，我哋就會揮霍，就會浪費，就會非常容易嘅隨便花、亂咁花。但係上帝啟示係讓人知道喺呢個階段裏邊，上帝對我哋有好大嘅賜福。但係我哋要點樣喺呢個祝福當中留住呢啲祝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呢？埃及嘅7個豐年之內，地嘅出產極豐極盛，原來係一把一把嘅，多到不得了。聖經話，約瑟聚念埃及地7個豐年一切嘅糧食，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。而咁樣嘅原則應該亦都運用喺我哋嘅現代，我哋嘅生命，就要喺我哋嘅年輕力壯時，就喺我哋嘅豐年，我哋點將我哋嘅豐年一切能夠盡量聚集嘅糧食，盡量都收落嚟。而喺貧年來臨，即係我哋到老年啦，我哋冇收入，我哋好多病痛，好多嘢都需要用到錢嘅時候，咁我哋就可以用我哋喺豐年所聚斂嘅一切糧食嚟到埋單。如果我哋有運用約瑟處理7個豐年與7個荒年嘅原則，我哋就可以好他條，可以硬腳。但如果我哋好似一般人毫無準備，隨意浪費，喺我哋豐富嘅時候我哋隨意浪費嘅話，咁我哋嘅晚年就好閉翳。就應咗一句現代話講，年輕時肯食苦，願意食苦，頂多苦半世。但係年輕時唔捱苦，絕對會捱成世嘅苦。上帝賜福你，但係佢唔要你揮霍，唔要你浪費，並要成為別人嘅祝福。上帝亦一直提醒我哋要喺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裏，你而家正在上帝格外嘅恩典當中，唔理你嘅工作、你嘅財務、你嘅健康、你嘅時間，呢一段嘅時段，你特別有時間好空閒。呢段時間你嘅財務亦都好特別嘅係寬闊。呢段時間你嘅健康特別好，要好好嘅珍惜，唔好浪費。珍惜神俾你嘅健康，珍惜神俾你嘅時間，珍惜神俾你嘅財務，珍惜神俾你一個好和氣康樂嘅家，珍惜你所擁有嘅一切。而喺呢一個時候做上帝要你做嘅事，好好運用時間，好好運用你嘅金錢，好好運用你嘅健康去做上帝要你做嘅事。唔好揮霍，唔好浪費。上帝賜俾我哋嘅唔係為咗我哋能夠自我放縱，而係要我哋知足，管理好上帝俾予我哋嘅一切。一切都屬於上帝。你身為受託管理創造嘅人，創造物嘅人，我哋工作就係以榮耀上帝嘅方式嚟到使用呢一切嘅資源。上帝願意賜福俾你，讓你所做嘅每一點都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，成為祝福其他人嘅流通管道。我哋嘅生命唔只係單單領受祝福，更要成為上帝賜福人嘅傳遞者。當我哋願意去成為祝福別人嘅人嘅時候，神就會加倍嘅嚟到賜福我哋，使我哋去經歷更豐盛嘅生命。因為聖經話，神能夠叫一切嘅恩典多多嘅加俾你哋，使你們凡事上充足，能多行各樣嘅善事。我哋同心祈禱，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愛我哋，
多謝你，因為你將你嘅豐富俾我哋。當你在我哋嘅生命裏邊用五餅魚行開好多層次嘅時候，俾我哋睇到嘅唔單止我哋要感恩你所俾我哋嘅，而且你恩典行開神蹟之後，你仍舊有恩典。喺呢啲恩典一啲嘅富足之下嘅恩典，唔係要我哋成個立晒，而係我哋能夠將呢啲恩典與其他人分享，讓其他人亦都有在有餘嘅恩典裏邊去享受你，幫助我哋好好嘅從五餅魚同埋約瑟嘅生命嚟到學習。我哋唔過浪費，而且我哋要善用呢一啲嘅資源去成為別人嘅祝福，幫助我哋咁感恩祈禱，奉靠耶穌嘅名，阿門。惟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惟願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，施恩與你，賜你同你一家平安。下個禮拜我哋再見。